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後書11章7至15節，放棄權利。我因為白白傳神的福音給你們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們高升。這算是我犯罪麼？我虧負了別的教會，向他們取了工價來，給你們效力。我在你們那裏缺乏的時候，我並沒有累着你們一個人，因我所缺乏的，那從馬其頓來的弟兄們都補足了。我向來凡事謹守，後來也必謹守，總不至於累着你們。既有基督的誠實在我裏面，就無人能在亞該亞一帶地方阻擋我這自誇。為什麼呢？是因我不愛你們麼？這有神知道。我現在所作的，後來還要作，為要斷絕那些尋機會人的機會，使他們在所誇的事上也不過與我們一樣。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詭詐，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，這也不足為怪，因為連撒旦也裝作光明的天使。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，也不算稀奇。他們的結局必然照着他們的行為。保羅表達佢侍奉嘅動機係純正嘅。最具體而言，佢並冇接受哥林多教會嘅供認，佢嘅行事為人係十分謹守，期望哥林多教會能夠接納佢。7至9節，保羅沒有累着教會。保羅用諷刺嘅口吻對哥林多教會講，佢因為自我卑微，冇接受任何金錢嚟傳福音俾佢哋。難道呢個係犯罪咩？進一步而言，係其他教會供認佢，叫保羅傳福音俾佢哋。呢度好似劫掠咗其他教會。換言之，哥林多教會實在係喺虧欠當中。當保羅喺佢哋嗰度作工有缺乏嘅時候，並冇要求佢哋供應，保羅仍係織帳篷嚟維持生計。仲有由馬其頓嚟嘅弟兄供應佢嘅需要。佢咁樣決定，免得累着哥林多教會，並且一直會咁樣堅持。10至12節，保羅侍奉動機純正，因為有咗基督嘅真理喺保羅心裏邊，喺亞該亞省冇乜嘢能夠阻止佢誇口。佢所誇嘅係基督嘅福音能夠傳開。保羅反問哥林多教會：點解你哋唔接納我？係保羅唔愛佢哋咩？係佢，但係保羅嘅動機係主知道嘅。雖然係咁，保羅仍會繼續作工，為咗要斷絕嗰啲投機分子嘅機會，因為想喺佢哋自誇嘅事上，被眾人認為同保羅所做嘅一樣。其實係有好大嘅差別。保羅係以神嘅榮耀為本，佢哋卻係以人嘅誇耀為本。13至15節，提防假師傅的迷惑。論到嗰啲機會主義者，佢哋其實係假使徒，並冇被主呼召，係詭詐嘅工人，動機唔純正，外表裝模作樣，好似基督徒一樣。咁樣嘅事都不足為怪，因為撒旦自己都裝作光明嘅天使。呢啲假師傅係撒旦嘅奴僕，仿效撒旦嘅做法，都不要大驚小怪。但佢哋嘅行為，叫佢哋一定有沉淪嘅結局。保羅成為一個生命師傅，佢有忍耐嘅屬靈特質，雖然窮乏，都唔動用權柄開口要求。佢所建立嘅教會睇輕佢，挑戰佢嘅屬靈權柄，但保羅仍然深愛佢哋。呢種素質實在難得。
呢段經文對我哋有所提醒。第一，要有做師傅嘅屬靈素質，凡事忍耐，雖然別人待你不好。第二，我哋應當以擁有福音而誇口，因為呢個係神賜嘅，叫更多人蒙福。第三，侍奉嘅動機一定要純正。第四，靠住聖靈去辨識假師傅，唔好睇表面，乃係睇係咪合乎真理。親愛天父，呢個係一個人情冷酷嘅世代，求主叫我哋以溫情對待為主勞苦嘅工人，都要警醒假師傅嘅出現，唔好單看表面嘅言語，乃係睇佢所做係咪合乎真理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我哋有冇常常監察自己嘅侍奉動機係咪純正？第二，點樣辨別生命師傅同假師傅嘅唔同？第三，我哋應該點樣支持服侍主嘅人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